编辑个人资料，右边这个按一下，哎，寻找好友呢。右上角这个是，你看，QR code 呢。寻找联络好友，寻找Facebook好友，邀请好友。右上角那个，抖音的那个 code 吧，抖音的码。编辑个人资料。电子邮件信箱哦。复制连接。个人简介，订阅我们电视台。还可以印 IG 呢 ，Instagram 呢 ，YouTube 呢。看 YouTube 账号会连接到个人资料。